也名啦切林些，四川노주头港的用话音，很多路忙不些啦，切林进不进入。文章切了30小个班呢，几个了的，每日常用切罗送就送啊咱们。龙我等个技术，你怕一节每日常用切，莫罗等啊的青年，咱们个常用切的该用。切人们两个先的呢，切人个当局啦，先是弄着。我叫泽仁汤姆，是道夫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马上我就要在金华市人民医院做第一次气管插管。如果成功，我在道夫县人民医院遇见的那些遗憾，未来就有可能得到弥补。气道有出血，赶紧叫上级医生。杜医生，快来抢救！特别是有生命危险的病人，他们的生命都是以每分每秒来计算的。怎么了？这个病人气道有出血，生命有水肿，插不进去。两个现在还好啊。在我们道夫这方面就比较紧缺，然后我就特别想把这门操作学会。这次我来这边进修，院长和科主任期望都很大，因为我们那边目前没有重症医学科，未来有可能会开科。我现在碰到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啊，他们本地的人都不会做啊。不会做。之前我们磁共振买来的时候呢，是靠这个成都的医生来教他们做起来的。这个最难的就是没有人，然后没有钱，还有设备呢，其实还是挺落后，没有物。我们这里硬件都有，就是软件不行。다 zangorak chigze da zangorak chigda jam da zangorak ni samz ka nam ben chi chen da matmen ka la tbi shok chab jumak 学透社的开设跟发展，集合了我们的浙江的、成都363的、郫都区的，那所有的远派专家的力量。像我们长的有1年半，但短的可能只有半年，甚至只有3个月。他来了，人帮扶专家走了，这个不管怎么说，你本地的人才的话不培养出来，或者他们不掌握这个技术的话，还是不行的啦。对。中正的话，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零基础。刚才我们是不是走的这边没有？看一下，找不着门了。喂，向主任。汤姆，你给他查一个这个病人的查体，神经系统的查体，看一下。课本上你能看到的东西，有可能在我们那边看不了实践的话，但是你在这边的话，有些病人身上能体现得出来。本县的人口少，那么相应的病人的资源也少，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就是说人才培养，也影响了我们的学科发展。是真是阴性的，引不出，引不出，因为它昏迷程度比较深，这个叫引不出。好，因为来这边的话会看到很多的病人，然后自己上手的机会也会多一点，更快的能学得到知识，然后呢，这边的老师也会专业一点。他到急诊室的时候，就双侧瞳孔是不等大了，那也还要加一个什么诊断？脑上，是不是啊？脑上的诊断，瞳孔不等大。随时提问，如果不知道的话，就会记下来。下来了会翻书，然后看一下，查阅一下。张欣，你怎么了？张欣，你怎么了？快来人，一床需要进行抢救，请准备 AED 和
抢救车，收到。抢救物品已到位。患者头颈躯干在同一位置，身体无扭曲，颈椎无损伤。01、02、03、04、05、06、26、27、28、29、30。5001、5002。妇检，扎西，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请不要紧张，你的家属也在来的路上。你们医院安排每年有多少人到湖州去进修啦？陈院长，不知道你那边是不是？我们很多派来派去，就是那么1到2个医生。哎，因为只有那1到2个医生有资质。哎呀，我现在头大的很，就在这里嘛，对吧？前几年的话，医师资格证通过率是0哦。是挺难的。哎呀，我的临床技能中心呢，事实上原来呢就是，也是为了这个考证来准备的啦。比如像这种病人，我们真的在临床上碰到的时候，你们要记住，要叫麻醉师的，因为随时有可能需要插管的，你并不一定能够复苏的回来。所以呢，我们演练有时候一定要接近现实化，总体来讲还是可以。我是23年考的执业医师资格证，然后当时23年的话，我们医院大概有10几个人考试吧，然后当时考过的有3个人，我们医院，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咋说啊？反正我们这边开展你开展器官插管那些，相对说很少，对不对？见都没见过。过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就要多看。好。就反正把那个它的流程，有啥子器械那些啊，就反正先熟悉，然后自己多下来一个多自学。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对不对？不需要全部拿出来，因为最好是无菌。老师在那儿有坚强的后盾，你插不起，反正老师要帮助你的。你在那边学的时候就也一样，要放平心态，嘎，啥子慢慢做，你熟能生巧，你慢慢就会了，嘎。好。下次回来就教我们，嘎。好，要得啊。那么陈勇是我们组团的帮扶的第一批到金华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去学习的这个第一批的人，那直接给我们的胸痛病人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他觉得背后这些地方有点不舒服，痛，平常他自己拍下去可以。对。然后那天就突然发作了，突然发作是痛得特别凶哇，汗水都出来了，痛得很厉害啊，那痛起来很厉害。结果不是到府的那医院的话，早就死了。心脏、心肌梗塞就是开始有些人是后面痛，有些人还是胃痛。要吃了，皮冻片也吃了，丹参片吃了，对，各种药吃了。对，说的时间了4个小时，我都拖了4个小时，然后就到县医院去抢救，对症下药了，就第一时间抢救过来了，过后就转院到康帝又转到雅安哇。雅安人家当时也说了，人家说是你们这个病经过了那么长时间，7、8个小时，然后还有。最后抢救过来还恢复那么好的，我们应该感谢我们当地的医院，人家第一时间给你们抢救及时了。我们也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感谢县医院，当时第一副是院系啊，不然的话你看现在这个时候爸爸都没得地方喊了。就是我们的交通不方便，病人转运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时间很长，那么会影响到病人的生命的这个救治。从这个角度来讲，建设重症医学对我们医院、对道府的整个卫生事业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方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我回来2天了。就是我看你们前几天，你们于老师和你不是做了一个孕产妇的抢救吗？宫口也已经开了，排气监护也不好，羊水也不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急诊给他破掉了。新生儿科住了一段时间，现在。大人小孩都还好，已经出院了。你呢？你在这边怎么样？还可以。压力大不大？还是有点。还是有一点。对。平时前面听你们杜老师说，就是你刚开始做那个气管插管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哈。因为当时是第一个做嘛，然后有点紧张，可以理解。然后声门也插不进去。看一下，就这个重症医学可能比较符合你 ICU 的
这个呢是最新出来的对对对，最新的2024年出来的，这个是也包含了很多学科，里面就是说多学科的一些重症的情况。这个送给你好了。好的，谢谢。休克的话是一个有效循环血容量的不足，因为半年的时间来说的话，你让我学中症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学不够的。如果我要系统的学的话，我觉得他们至少都要学2-3年。颅内压是多少？7.4。7.4啊。那么颅内压还可以吗？颅内高压的诊断是多少？颅内高压的诊断是大于多少毫米正汞柱？常值是5到15毫米汞柱。一般大于20毫米汞柱就要处理。对对对，美秀才还是不太清楚。康复介入一下我们运动疗法，他们的针灸啊这些可以上去了啊。我在这里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病人，家里人给他这样子扶着，他可以坐在那里。然后站着不能站。通过1个多月的治疗之后，到2022年10月20号，这个病人阿基兰珠这个病人他能够站起来了。我期待呢，就是等你回来，我们要把这个重症康复开展起来。好。但是你也不要太失落，因为就觉得这个半年时间要把所有的东西，就是重症 ICU 的知识全部要学完，或者是要学得很精，那是不太可能的。对。所以你现在还在慢慢了解当中，还是学到了一点东西。当然，半年时间是会短一点，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方式，每年都去进修培训个半年。那么就是说，经过长时间的，比如说5年、10年以后，肯定能够让他能够培养出一个比较合格的重症医学人才来。他们加油！好，谢谢。我们要相信自己啊！好，杜老师。因为你是歪的，你不要很用力，使得下去。对，这会阴，看到没？这管子轻轻的放进来，对。对，你放到那个黑的那个气道里进去，对。再我拔掉啊，再进去到第2根线，好了，再固定别动，再把这个镜子拿出来。好，谢谢。我刚刚看了你的操作，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我自己觉得还是很紧张。那陈伟，你这次回来是？接下去我们道府呢还会组织一批10来个医师医护人员到这里进修。这个是我们东西部协作一个3交项目。2022年3月，根据中组部的统一部署，我院立即精心组织优秀的选拔了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奔赴道孚县人民医院进行帮扶。从2022年开始，我院共接收了4个批次，15名医务人员到我们医院进修。通过道孚跟子张的这种学习，有些你遇得到的重症病人的话，你自己能处置，那么你留下的遗憾就会少一点。